大陸《環球時報》仲宣稱話將台灣黎巴嫩化喎，仲喺度噏嘢喎。環球時報我聽我唔聽。你知咩叫黎巴嫩化？係咯。你知咩叫黎巴嫩化？黎巴嫩化做咩咧？啲人仔咩叫黎巴嫩化？即係同以色列係咁打仗，你又射啲飛彈，我又射啲飛彈。黎巴嫩化15年來冇撚停過㗎，嗰啲戰爭。即係話打人咁話全部冧撚晒，不停喺度打仗。佢但共產黨佢講咧就冇所謂嘅，佢點過撚到台灣海峽啊而家？而家你已經4國聯防㗎嘛？咁咪嗌都係咁嗌，一味得個嗌字。你過唔到海灣海，過唔到。咁同埋你有好多嗰啲秘密武器唔出聲字。當然你真係話要正面衝突美國佬唔幫嘅話咧，台灣梗係省緊啦。如果美國佬唔幫，係冇得打嘅，打落嚟會輸。但你都係焦土政策，即係人哋唔撚打你，淨係你打人嘅啫。咁你咪揾翻個廈門、上海啲陪葬咯，或者香港陪葬咯，係咪咁簡單咋？你香港咪陪葬咧唔啱啊！你幾個港口咪陪葬？香港、廈門係咪？係咁簡單咋？佢係可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咁啊！台灣都可以搏㗎。佢有錢走晒㗎啦。如果你美國幫拖你共產黨更加冇得打添。好啦，如果你搞撚落呢個結局，作為一個政治家嚟講，當然人蠢啊，咁可以啦，人蠢可以啦。尤其是歷史啊，好多嘢都係冇得翻轉頭去評價嘅。但你清醒時間咧，當你攞撚翻台灣嚟都醫翻嘥藥費啦。百廢待舉，呢個係唔係係咪政治家嘅作風咧？台灣有嘅保持而家唔撚喐，咁啊如何咧？基本上佢都唔會喐㗎，不過係得個嘈字嘅啫嘛。但有班人唔係你咁諗嘅，大貓未死咁有責任。即係我哋希望習先生就唔好係邀功咯，你搞撚掂自己中國嘅民生，搞撚掂香港嗰個政治生態。搞掂北京個撚個咧揾撚到食，你搞撚掂北京咧，翻撚到去唞到啖氣嘅，係咪？嗰日個朋友打電話問我，佢有冇啲樽咧掛住靚仔，可以又唔好話搞撚到啲防毒面具咁樣吸到我，屌你有冇咁撚複雜嘅？我帶個大頭佛啦，當揸電單車落呢個街咪得咯，設計一個大頭佛咁啊，通街行，有個透明嘅大頭佛嗰啲啊。封撚咗去咁啊，擺我哋個淨化機又有氧氣咁咪得咯。以為離開咗地球。係啊！屌你係咪搞撚到咁？你啊，跟住。太空人。話你習先生，你真係搞撚掂自己呢啲咁嘅嘢先。你搞掂啲無涯你啦。你真係冇撚搞台灣字。25節氣。屌你乜你自係咪啊？你都攞撚嚟講嘅。第二個問題。嗱咁啊，講遠啲啦，咁啊最近有人買呢個英國樓花，搞到爛咗尾，咁有咩辦法避免喎？我冇查到，但如果我所料不錯，英國人唔會做呢啲嘢。係咯，點解會無啦啦？一定係共產黨啲冚家產大陸仔咧，屌你乜真係英國咧搞間公司就係搞呢啲衰嘢。咁撚多年，你幾時聽到我買英國佬公司買樓花爛尾嘅？嗱，我哋真係要求英國政府，你唔好撚俾啲大陸人走嚟搞呢個市場，搞撚衰個名。係啊，我逢係啲大陸人做生意，我唔撚來往，真係唔來往，我唔撚來往。一聽見話哦，大陸富商喂多撚謝大佬，你去法國唔好撚預我，請食飯乜撚嘢都唔去，冇撚益㗎嘛，真係冇撚益。石頭磨剃刀啊，冇撚益㗎，真係佢唔使識我，我唔使識佢嘅，佢亦都唔撚希望識我，我哋唔撚會識你，你威啊你嘅事，冇撚搞，費撚事受牽連啊，谷撚氣，個撚個你都係作奸犯科嘅，
冇一個正當商人。你喺中國做生意，你唔走私漏稅，你點樣可以揾到錢啊？你話俾你聽，揸正嚟做到嘅咩？中國做生意，死得！立撚正稅做到嘅咩？咁咪走私漏稅咯，點來往啊？係嘛？聲大夾冇準啊嘛！呢啲共產黨，我哋唔來往嘅，即係講句粗俗啲，一睇佢唔撚起。因為你包括而家你香港啲海洋好者走埋共產黨浮飲佢杯奶茶咖啡，屌你有冇攞個政協人大？我哋一定睇你唔撚起，真係睇佢唔起，呢係我哋嘅價值觀嚟。